平安。好，我们在几分钟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啊，请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预备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阿们，上帝，谢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的经过农历年的假期，让我们再次的回到你面前来，一起来亲近你，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确信这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恳求你的圣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有安静的心，做好预备来亲近你。也透过今天的礼拜，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将我们今天的礼拜从头到尾交在你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与赐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在今天早晨，我邀请大家，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阿们吗？阿们。我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拍手，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主，这一切国度，这一切世界的都属于你。这时候，求你来安静每个人的心。主，
主，求你的灵就在现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再次对神说：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啊，是的灵，现在就在这里，安静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更多只看见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的恩膏。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对神说：圣灵啊，我好爱你。圣灵啊，我好爱你，带着我，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的，主，我们欢迎你现在来到我们的里面。主，我们欢迎你掏空我们自己，倒空我们，就求神来进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再重新用这首歌来向你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毫无保留的对你来说：主啊，我好爱你，主，我好爱你，主，我要来追求你，哈利路亚。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们要来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来。主啊，主啊，求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放下我们心中所有的愁苦，所有的烦恼。就在现在，我们要来你的面前，单单敬拜你。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福气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不特别。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各位弟兄姐妹，这时候我想要跟大家说，我们有时候并不完美，但我们也不特别，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那宝贵，都是那独一无二的孩子。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许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瓶颈，让我们会抱怨、会埋怨，甚至想放弃。但这时候，神对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你愿意来相信他，愿意来依靠他的时候，他会帮助你走过每一个难关，走过每一个低谷，好不好？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为自己的祷告，为自己现在所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你愿意放下自己，将这一切交给神吗？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是你是我们来到我们面前的生命，主让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自己放下，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去行一件事情，主这些困难、这些问题，我们一再的遇到，我们一再的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但主让我们每一次想放弃
手里。主，我们或许软弱，但因为有你，我们得以刚强。主，求你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困难当中，当我们向你呼求你的名的时候，神你就与我们同在。主，你就在我们身边紧紧拥抱着我们。主，赐给我们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智慧，去克服那生命当中所有难过的一切。主，是的，我们祷告不够，让我们这时候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一同来到上帝的殿前敬拜。那在讲道的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现代中文译本的第29页。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现代中译本29页，我们一起来攻读。6天后，耶稣带着彼得以及雅各和约翰两兄弟，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耶稣的形象变了，他的面貌像太阳一样明亮，衣服也像光一样洁白。忽然，3个门徒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跟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帐篷，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彼得正说这话的时候，一朵灿烂的云彩笼罩了他们。有声音从云中出来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见这声音，非常害怕，都伏伏在地上。耶稣走过来，拍他们说：“起来，不要怕。”他们抬头一看，只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在人子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千万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他。于是门徒问耶稣：“为什么经学教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以利亚是要先来准备一切。可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过，人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对待他。同样，人子也将受他们的虐待。”门徒这才明白，耶稣这话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的是杨新造牧师，题目是上山有时，下山有时，我们一起来聆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感谢上帝的保守与带领，让我们都平安经过一个旧历年的假期。还记得在假期快要开始之前，有因为这个属立桃园医院的部立桃园医院的事情，让我们有点紧张，说今年的过年可能不太容易。我感谢上帝的保守，让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都能够得到平安。也求上帝在新的一年里面加倍的赐福我们，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健壮，更有力量来荣神益人。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阿们上帝，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旧历年的假期，也让我们在主日早上再次聚集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亲近你，也要从你的话语得到力量与帮助，恳求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也得到力量，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来，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照着我们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进度在读经了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在过年前我们已经读完传道书。那传道书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在第3章一开始这里，第3章的第1节他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然后接下来作者他很特别的，在第2节到第8节，他总共用了14组的互相对照的，这个有时那个有时来做对照。比如说第二节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总共有14组这样的对照，让读者可以来思考什么是我们人生真实的状况，也从这里面得到智慧。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上山然后也有下山这也是一个对照的一个词。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用上山有时，下山有时这个题目，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耶稣带着门徒上山，并且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的这个记事。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让我们的在教会内外的信仰生活是可以合一的是可以不是割断的，不是分离的。我们如果看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稣从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他在世上服事的时间只有3年多，其实并不长。然后在他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传扬天国福音和建立教会的责任将会由他的门徒们、由他的学生们来继承。所以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耶稣他把握每一个和学生相处的时间，教导他们能够认识真理，也帮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耶稣真实的身份，明白耶稣所领受真正的这个使命，让他们可以预备好自己，将来要接续耶稣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预先的让他的学生们、门徒们能够见到耶稣荣耀的身份，让他们能够从这个经验里面得到能力认识耶稣，也能够面对将来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和试炼。因为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再过不久，耶稣就要带着门徒进到耶路撒冷，耶稣会被钉十字架门徒那时候会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有失落感。但是这一件事情，这个经验会提醒他们，原来这一切看起来失去盼望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都是上帝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会帮助他们从那个失落感，从那个惊惶里面，能够重新走过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注意到，这一次的行动耶稣并不是带着所有12个使徒一起来进行只有3个人和耶稣同行。那这3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只有这3个人？他们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人？那我们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印象。其实不止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其他的事情，耶稣也只带这3位门徒来参与。比如说耶稣医治耶鲁的女儿的时候，让她从死里复活在场只有这3位门徒那比如说耶稣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是只带这3位门徒，让他们参与。所以我们可以说这3个人是所有门徒里面与耶稣关系最亲近的他们可以说是12个使徒、12个学生里面的一个核心12个人已经是在耶稣周围跟随他的人，但是这3个人又是特别亲近耶稣的，和耶稣有很好的关系。他们3个人各有不同的特质，将来也要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首先就要先来看一下，来认识这3位使徒，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
特别我们要注意，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亲近耶稣的人，为什么可以成为那个见证上帝荣耀的人，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先来看彼得。彼得他是一个个性鲜明、非常坦率、直接甚至说有点冲动的一个人。但是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他也是一个有行动力、愿意为主来牺牲的人。彼得他本名西门彼得是后来耶稣为他取的名字然后他跟随耶稣之前，他的职业是渔夫。那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记载，他其实是由他的弟弟安德烈带领他来跟随耶稣的。彼得他在12个使徒里面成为一个带头的角色等于有点我们这个班12个人，他有点像班长了上课的时候要喊起立敬礼那一位这个是彼得的角色。然后他的年纪应该也是12个使徒里面年纪最长的甚至他应该是比耶稣也年长蛮多的这个我们先有一个印象。然后在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记载也比较多因为他等于是12个使徒的带头者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发言所以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载。那我们对彼得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也曾经在信仰上、信心上软弱，他曾3次的不认主。不过当耶稣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再次的兼顾他、接纳他，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那耶稣复活之后，彼得他得到从上帝而来很大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彼得的讲道带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圣经记载说，彼得一次讲道就带领3000人进到教会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彼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那他也成为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柱石他被称为有3个人被称为初代教会的柱石条柱子他是其中一位。那天主教呢，甚至把彼得认为他是第一位的教宗因为耶稣说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那彼得这个名字就是磐石的意思所以天主教他们就认为耶稣把教会交托给彼得所以就认定彼得是第一位的这个教宗当然我们新教的教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看法。那传统上也认为彼得他是在尼禄皇帝一个很有名的暴君，他大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殉道的这个死在这个尼禄皇帝的手下。那他殉道的时候呢，他提出一个要求，他自己要求他要倒钉十字架。为什么要倒钉十字架呢？钉十字架已经很痛苦，倒过来钉应该是更痛苦他觉得自己不配和耶稣一样正着钉十字架，所以他要求自己要倒钉十字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彼得他虽然在信仰上、信心上曾经软弱过，但是当他被耶稣重新坚固、坚定之后，他那种跟随上帝、愿意为上帝、愿耶稣来牺牲奉献的精神，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他最后也就是因为殉道死在殉道的这件事情上面。这是彼得我们看的第一位的这个使徒。第二位我们要来看雅各。雅各他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12位使徒里面第一位殉道的就是这位雅各。他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位约翰他们是兄弟。那他们兄弟2个人脾气都很暴躁，很不好所以耶稣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半尼奇翻译出来就是雷子了雷子意思就是说脾气不好的人。台语讲雷公囝等于讲那脾气很暴躁，像在打雷一样一下就很容易生气这样子的人那耶稣复活之后这个雅各他也得到很大的能力，为上帝来做见证。他最后是被当时的王希律王所杀死所以就成为12个使徒里面最早殉道的一位。那因为他殉道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圣经里面关于他的记载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点那有人会问说，那新约里面不是有一卷叫雅各书吗？你们知道吗有没有听过？该不会没听过吧有了雅各书
雅各书谁写的？啊，雅各书就是雅各写的嘛，哈。但是问题是叫雅各的人太多了，到底是哪一个哈？一般学者认为不是这个使徒雅各啊，因为使徒雅各他很早就殉道，雅各书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比较晚期的哈。那雅各书的作者一般认为那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也名叫雅各啊，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哈。虽然我们刚刚说雅各他殉道的时间比较早，相关记录比较少，但是不代表他对教会的影响比较少哈。因为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透过殉道者那种精神的感召，让这一群跟随上帝的人可以勇敢的得到力量来建立教会。所以我想，使徒雅各他的殉道虽然很早，但是他的见证一定也对当代初代的教会有很重要的影响，他也成为初代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三个，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翰，使徒约翰，他被称为是主所爱的人。那大家都会给他一个名称哈，叫主所爱的门徒。那他很特别的是活很久了哈，他活到第1世纪末，有人推测可能将近有100岁。哦，所以在那个时代要活100岁应该不容易哈，所以算是很长寿的一位。那他也是12位使徒里面唯一不是因为殉道而死的，他是能活到最后年纪老而死的哈。那他也被称为是初代教会的柱石之一哈，和彼得一样。那传统上认为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那包括约翰1书、2书、3书，都是这位使徒约翰所写的。那另外，他在年纪很大的时候被流放到拔摩岛哈，一个地中海的一个岛哈，然后他也受到启示，也写下启示录。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约翰他是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者啊，写了好几卷书，而且这几卷书都是很重要的书哈。所以这是使徒约翰他的重要性。那么如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3个人他们出身都很平凡啊，都是渔夫。渔夫在当时是社会比较底层的人哈，不受重视的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很高的学问学识，他们也都有各自的软弱和缺点。我们刚刚讲的彼得哈，信心也会软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给他们对他们的呼召，而且回应之后，他们也愿意付上代价，一路跟随在耶稣身边这个是他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哈。一颗愿意的心是能够与耶稣同行，能够见证上帝荣耀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如果不愿意，其实上帝不会勉强我们，上帝愿意我们用甘心乐意的决定来跟随他。那这3位使徒他们的共通点都是他们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这就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也可以一起向他们来学习。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耶稣和门徒们他们在山上他们上山的这个经验，他们经历了荣耀，也从这个经验里面得到能力。为什么会发生在山上这件事情，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像我们之前比较前面的马太福音一开始有所谓的登山宝训，我们记得吗？耶稣在山上教导众人那旧约里面也有很多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山上，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发生在山上比如说上帝透过摩西来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这个也发生在山上。那犹太人他们传统上就是认为山上是人离上帝比较近的地方，山上是人可以亲近上帝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旧约时代在献祭的时候，他们通常在丘坛上面。那丘坛是什么意思？丘坛就是把祭坛盖成像一个小山丘一样，所以他们的基本概念就是在山上，在山丘上面会离上帝比较近，与上帝亲近。那么如果看新约里面，耶稣他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也时常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是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他们的
传统上的认为在山上比较容易亲近上帝。那参与了这一次登山变相的事件，对这3位使徒来说，3位学生来说，他们一定印象深刻，因为在那一个现场，他们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谈论他将要在耶路撒冷用死来完成使命的这件事情。这让这3位学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耶稣真实的身份和他真正的使命。因为我们如果看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自己很多次的告诉门徒们，我进到耶路撒冷之后要做什么？登上大位做王吗？耶稣说，我进耶路撒冷要被害，要受死，要钉在十字架上。门徒听得懂吗？耶稣说了好多次，门徒都听不懂。刚刚我们也说彼得甚至骂耶稣说，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乱讲，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门徒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是要受死这件事情。那耶稣就透过登山变相这件事情让摩西、以利亚出现，让他们可以明白耶稣来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来解释首先我们来看摩西，他是旧约里面律法的代表，因为上帝透过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遵守。那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也让人明白犯罪之后，得罪上帝之后，你就要付上代价。但是人有一个困境，人明明知道什么是罪，明明知道犯罪之后要付上代价，但是人的困境是什么？第一个，没有能力完全遵守律法；第二个，犯罪之后也没有能力能够救自己脱离这样子罪的捆绑里面。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这个无能为力的罪人能够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帮助这些没有能力救自己的人能够从罪恶里面的捆绑来得到释放。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目的。所以摩西的出现代表着耶稣将来要做的上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等于成全了整个律法，帮助人在律法的辖制里面，从律法的困境里面走出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以利亚。以利亚他是旧约先知的代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很多次的预言，上帝所差派的弥赛亚将要来到，他要带来上帝的救恩，带来上帝的拯救。接下来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要完成的事情，正是实现了先知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摩西、以利亚的出现在表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整个旧约的传统，不管是律法，不管是先知，都对耶稣的身份做了一个确认。耶稣是上帝所差的弥赛亚，耶稣来要实行拯救，要帮助所有信靠他的人从罪恶里面能够出来，得到自由。这是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耶稣带着门徒到山上来经历了这一切。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登山来亲近上帝。那有人会问耶稣他们爬的到底是哪一座山？很多人对这种小细节都很有兴趣了到底是哪一座？我们必须说实在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黑门山。黑门山我们有印象吗？黑门山在北边还是在南边？黑门山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最北边而且它是一座非常高的山，2700公尺。冬天山上会积雪下雪，然后春天的时候雪水会融化，然后流到约旦河，流到约旦河里面，成为他们很重要的水源所以黑门山有人说是黑门山但是2700公尺其实很高你要爬2700公尺，没有好好训练，可能到半途就高山症就上不去了那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应该没有那么高，应该是在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山叫米伦山它1200公尺不管是哪一座山，
反正就是代表是亲近上帝的地方。他们在山上亲近上帝，见证上帝的荣耀。那今天的基督徒在哪里亲近上帝呢？在哪里？我们有去山上吗？我们做礼拜有跑去山上吗？我们今天做礼拜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来亲近上帝。基督徒透过教会中的礼拜，我们透过诗歌的敬拜，透过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来亲近上帝。那也认识耶稣真实的身份，同时也明白上帝要我们领受的使命。透过教会的敬拜，透过教会的在教会里面的活动，我们能够重新得到力量，面对各样的挑战哈。那不知道我们在参与礼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反正礼拜天到就是要来教会的事情，例行公事，还是我们真实能够在敬拜里面，在礼拜里面体验到上帝的同在，体验到从上帝而来的能力，从上帝而来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哈。今天的教会就如同当时的山上一样，是我们亲近上帝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思考，那耶稣他们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下山的行动是牺牲奉献的行动，是带来改变的行动。在山上经历了这个奇妙又充满荣耀的事件之后，我们刚刚说彼得通常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对不对？讲话的哈，彼得又忍不住跳出来说话。他说：“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帐篷。”那么如果去参考路加福音对这段记事的记载哈，他特别说彼得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说这句话哈，不明白他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了哈。不过我们如果从整个上下文的脉络来看，彼得他这里应该是觉得这样的经验实在是太美好了，看到耶稣荣耀的面貌，这是他们心里面所期待的。然后他心里面就有一种期待了哈，期待说可以一直留在山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这样的荣耀，享受这样的美好。如果是我们会吗？我看好像点头的比较多了哈。那如果是我们见到这样的景象，我们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搭3座帐篷，想要留在山上哈。但是耶稣有没有答应？耶稣有没有说好？然后彼得就盖了3座？没有。我们如果看经文看到哈，耶稣其实没有答应彼得这样的提议。那当彼得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从云的里面有声音出来。这个云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通常是象征上帝的临在哈。所以当上帝在西乃山上要颁布律法的时候，有云把整个山头罩住。上帝用云柱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啊，云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从这个云里面有上帝的声音说什么呢？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你们要听从他。这个从上帝而来的声音，给彼得，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信仰的核心是要听从耶稣，照着耶稣的心意去行，不是照着自己的感觉，照着自己的想要去行。彼得心里面想要留在山上，想要更多时间享受这样的美好，享受这样的荣耀，但是耶稣心里面的想法不是这样子，耶稣没有答应让他们留在山上。留在山上固然是一个美好的经验，但是留在山上并不是耶稣要门徒们去做的事情。那我们或许也可以留意，彼得和其他2位门徒听到这个从云里面的声音出来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非常的害怕，趴在地上。为什么会是害怕的反应？因为他知道，我心里面的想法，上帝全然都知道。上帝要我不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是要听耶稣要我们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一听就知道，这个真的是上帝的临在，上帝显现在我们当中。所以难怪他们非常的害怕。耶稣的行动是什么呢？耶稣没有留在山上，
耶稣下山去，持续的做他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走入人群，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带着门徒下山，继续传道，继续教导，继续医治的工作，也透过这些行动，帮助山下有各种需要的人，来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力量。耶稣也特别交代他的门徒，当他还没有复活之前，不要把这件事情跟别人讲，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骚动。那最后，耶稣就带领着他的门徒进到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路，来完成他的使命。耶稣的行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耶稣的心意是要我们从山上领受上帝的荣耀，领受能力之后，要记得下来，记得回到人群当中，用实际的行动成为人群，成为社会的帮助。雅各书1章22节这么说：但是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相反的，你们必须行道。听到容易还是行道容易？我们一定都知道听比较容易嘛，听还可以坐着呢，讲道的还要站着，听可以坐着听，但是行道没有办法坐着行道，行道必须要走出去，必须要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神。行道是上帝愿意我们做的事情。听得到、领受了真理之后，我们要有愿意走出去，成为别人的帮助。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时常思考，我们的信仰是只关乎来到教会的这段时间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落实？这个是我们时常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教会里面的信仰，那很可惜，这样的信仰是没有办法发挥影响力的，没有办法像耶稣所说的，成为世界的盐成为地上的盐，成为世界的光这是没有办法的。耶稣在让他的3个门徒在山上经历了他的荣耀，看见了他的荣耀，但是耶稣并没有让他的3个门徒一直留在山上这样的荣耀当中，反而耶稣是带着他们走下山，走入人群，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今天的耶稣如果在我们当中，他也希望我们不只停留在教会里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真理之后，我们真实得到力量，可以走出去，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为更多人带来祝福。我想这是耶稣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西方早期的天主教会，他们很盛行修道主义，就是虔诚的人他们会成为修道士，然后就会在这个修道院里面过着与世隔绝的修道生活。那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新教的教会，我们就强调信仰应该要和整个社会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如果看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有说到说，我们的信仰是定根于本地定根于本土，信仰不是飘在半空中的，信仰是和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社会是有关系的，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新教的教会我们就不再主张这种隐士的修道模式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否定这个安静灵修的重要性，我们不是说不重要，我们是提醒说，安静灵修、亲近上帝，从上帝得到能力，这个很重要。但是也要记得要有行动走出去不要只让我们的信仰停留在听，停留在知道，却是没有行动这就非常的可惜愿我们都能够懂得上山来亲近上帝，时常到教会来亲近上帝，和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下山，记得走出教会，关心人群，关心社会的需要，这样才能带出影响力，带出改变。让我们一起学习，在教会内，在教会外，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能够荣神益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阿们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总是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面。
主耶稣，我们愿意学习，除了听到、除了领受你的真理之外，我们更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走出去，成为这个世代，成为整个社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将我们每一位都放在你手中，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行道的重要性，让我们也有勇气、有能力，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行出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将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你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保守带领赐福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现在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的告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弟兄们听，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和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也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时常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了以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有拿起饼来祝谢，我们也奉耶稣的名，照他的样式，一起来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的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也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及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也因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到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因为疫情的关系由长老拿饼给我们，我们用双手来承接我们接到饼之后，可以用默祷的心来做一个默祷，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来纪念他。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他。还没有领到圣餐饼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吃了饼之后，主耶稣也举起杯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就当如此行，来纪念他。”这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他。我们领到杯，也同样用感谢的心，向上帝献上感谢。谢谢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我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他。没有领到杯的，我们可以举个手这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当如此行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时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作为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也再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上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做活祭时，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来奉献。
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都能够来到教会，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求主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的心意，照着你的心意去行，为更多人带来祝福。我们将我们微薄的金钱献上，求主悦纳。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翻开周报的第4页。第2点，肢体关怀。本会会有贾庆凯姐妹之子蒋秉忠弟兄于2月15日安息主怀，请修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有杜兴夫弟兄之母杜丽宝凤女士于2月16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野外礼拜事工。3月7日是教会社教的108年纪念主日，将举行全教会野外礼拜，地点在新竹的圣经学院。报名的话，即日起请向各牧区的干事报名并缴费，到2月28日，也就是下主日截止。在第4点，总会委员会消息。因逢农历春节2月12日新春礼拜及2月14日的主日礼拜2天的奉献征信，于2月28日的周报中刊登。其余的圣工请自行观看。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还有补充的报告。首先我来做几点补充的报告哈。第一点是关于我们的野外礼拜。报名日期是到2月28号截止哈，但是鼓励大家可以尽早报名哈，因为我们这个人数会很多，我们尽早报名的话，我们的同工的这些预备的工作会做得比较顺利哈。鼓励大家可以尽量在2月24号以前，礼拜三以前完成报名，我们下个礼拜天28号你就可以看到你被排在哪一个车位上这样比较帮助我们更能够维持那个秩序了哈，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有确定要参加的等一下在外面就可以来报名完成报名。好，那也特别补充我们社青牧区的人因为我们刚好有社青牧区的2日游，3月6号到7号，7号会一起和教会在竹圣那你要参加这个3月6号、7号2日游的，我们也请尽早来报名哈。我们今天行程会做最后确认，就会发这个报名单给大家，鼓励大家一起来报名。如果真的没有办法2天都参加的，也鼓励大家可以报名教会的3月7号的野外礼拜。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第6页的部分有一些装备的课程、查经班的课程都已经陆续开始。请我们也能够预备心一起来参与这些这些装备的课程，帮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更多的成熟。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林淑萍在这里弟兄他是美基长老的朋友 ，OK， 欢迎欢迎。好，第2位是刘富荣应该是姐妹在这里非常欢迎你。第3位刘俊廷在旁边好，非常欢迎。所以富荣和俊廷是姐弟兄妹OK 好，讲错了好，第4位彭继莹继莹姐妹在那里非常欢迎。
好，那也请我们几位新朋友哈，我们在礼拜之后可以到贵宾室啊，有同工进一步的接待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上帝，谢谢你总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更多有从你而来的能力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能力走出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与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一起来唱祝福歌，请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帮助，时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平安礼哈，不要握手了哈，我们用彼此的拱手哈问安哈，互道平安。